世界萬行代攏佇咱台灣新眼界。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，我是主持人吳平辰。你厝裡敢有12歲以下的囡仔嗎？這敢對你是好消息。行政院要為着婦女來設想，放領家庭移工的聘用，但是一個月放是要開價3萬塊，是毋是無錢的家庭是看有是食無？今仔日4位專家甲當事者鬥陣來討論。首先呢，介紹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是彭婉如，文教基金會居家托育部主任簡慧蘭。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那麼第二位是台灣勞工陣線研究部主任洪敬書。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那麼第三位是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副主任張小嫻。主持人大家好。那麼第四位在線是婦女救援基金會法律諮詢律師林嘉宣。大家好。這林律師啊，本身啊出來還佫一個紅顏啊，小等啊會當以當事者的名義啊，甲大家來討論。那麼首先，咱來關心這是什麼新聞？為着要幫助着民眾飼囝，行政院宣布要放領家庭聘請外籍移工的申請。這個資格呢，放領到厝內面，只要你有一個也未滿12歲的囡仔，就會當來申請。另外，處理如果有罕見疾病、身障兒童或者是這種的特殊家庭，嘛會放領，就按算4月13開放申請。少子化的衝擊，頂個月咱國新生兒閣創下歷史上最低紀錄。行政院決定為協助家庭養囡仔，要放寬厝內有一個12歲以下的兒童，就當申請外國籍家庭使用人。經濟上可能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負擔，申請的門檻可能沒有那麼簡單吧。媽媽會考慮比較多因為比如說她的就語言溝通，還有生活方式，對，還有就是家裡可能也是需要有人幫忙看一下。行政院決定調整聘僱外國籍家庭使用人申請條件，有英國的家庭要有真儕兒童，修正做有一個未滿12歲兒童，就會當符合資格。雇主的部分要支付予政府就業安定基金，每個月大票5000塊，移工的底薪無含加班費2萬，也有職災險加健保的部分負擔。另外，對弱勢家庭會減少就業安定基金，也有專人優先受理。勞動部講，外籍家庭使用人制度不是代替即馬的托育，也是照顧措施，是佇即馬的托育等社會支持資源以外，提供弱勢家庭給一種協助家務的選擇，並不是公共托育的替代，也不是專業性質的保姆。這樣子其實可以讓他們更放心在職場，不用在工作跟家庭裡面必須要2選1。職場跟家庭在兼顧難度的時候，多一項這樣的選擇，多一點點無後顧之憂。那麼讓這個生育率能夠再提升一些。不過，也有民間團體煩惱現在強硬抵觸即賣的公共托育政策。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閣提醒要注意排擠效應，驚同情適齡家庭會面臨更加嚴重的欠工危機。這個新政策公布以後，需求量大增的情況下，在供給面上面，到底政府的規劃是什麼？新制一定在4月13開始上路。勞動部表示會持續觀察政策推實的情形，適時檢討甲改進，希望協助勞工兼顧家庭甲工作的責任，提升勞動參與率。記者採訪報道。真濟人看到這個新聞，哇，拍破啊！但是第二個想講，開偌濟安尼加開加這個加班，可能要開個3萬塊，就糾結。想講這安尼請會到袂？會付起也未付起，這是回事。但是處理可能要家用，但是我就愛需要。但是這個需要到底是倒一種需要？我要先問咱的這個簡主任吼，來咱彭婉如基金會來申請，譬如講3點鐘的、4點鐘的這種情形多也少？我你講的是家事清潔服務嘛？哈。家事清潔服務在我們這邊有一種服務叫做帶狀的服務，就是拜一甲拜五，吼，早起也是下晡，還提供服務這款是真濟啊。嘿，那
外籍移工入來，外籍幫傭入來的時陣，對這個人就有影響對啊。有影響就這頭一個。我可能一個月開2萬塊，請這個人來，啊，我加添一掛到3萬塊，我拜六禮拜互伊休困，我可能規工誒，規工都在阮兜啊，隨叫隨到啊。哦，所以這有替代性哦。有替代性啊。啊，這徛在恁的立場，恁有歡迎這種政策嗎？阮當然是反對的啊，不只是對家事清潔人員，對阮的年母嘛是有影響的啊。哦，對年母有影響。對啊，阮的年母伊即馬政策是開放12歲以下囡仔嘛，對不對？吼。啊，雖然勞動部長有講，這是唔是要來做托育的？好。毋過咱知影人的習慣都是請大家全都做嘛，來處理當然是，攏做啊，攏是校長兼講經啊。所以伊愛做家事清潔，佮愛做家務，啊嘛愛顧囡仔，對不對？啊，同款的我請一個到府幫我去處理，好台北市吼啊10點鐘可能要5、6萬塊，好我。但是日4休息，拜到拜五日4休息，阮之前有聽過，台中有開14萬的。我下下要留落來。阮台北市，阮拜到拜五日4點鐘，我看過上懸甲11萬。我問你，你是有錢的人，11萬跟3萬5，你要用倒一個？哇！我要互用啦，我來應徵啦。毋過你即馬無機會啊，因為伊會請外籍幫傭入來，3萬5就解決啊。連阮安尼想要，你無機會。無機會啊！哦，所以這替代作用真大了。對啊，全台灣到府保姆差不多8000多人。好，家事清潔人差不多1萬人。所以你接下來就影響咱2萬人的生活生計啊。你有初估講，譬如講有這種事，因為咱來看這場，小等下請這洪主任來講一下吼。其實即馬吼，這個政策看起來講是要幫助婦女，事實上吼，我唔知我會理對啊唔對，阮處理的家務吼，是我落來嘛愛分一半。對啊。無。一人一半感情才袂散。阮兜的董事長是無歡喜哦，吼，真正毋是為面去包包款款的，你就愛個人家己自謀生路。所以，即馬還佫有23%的人愛家己查某囡仔吼，女性愛家己愛承擔育兒，要用這個政策來幫因承擔這項代志，敢會當達到？你家己認為？我家己認為啊，咱拄仔講嘛，若開3萬5，請這個人來處理的時陣，一般的家庭是負擔袂起的。好，負擔會起的，這應該是咱收入在1/5上面的人，上面1/5的人，大概就是他的年收入，家庭年收入大概200多萬這樣的人，一般的家庭大概是請不起的。我嘛請袂起。那安尼的情形，伊可能。查甫人就是一直趁錢嘛，對不對？好，無請外籍幫傭的時候，可能也當倒走一掛，幫忙走一掛。好，雖然很多女性都對“幫忙”這2個字非常看不起，嘿，就插你好。毋過，若正經請入來就是用錢打死啊！我用錢，我請一個人互你啊，我唔是唔做啊，我。開錢了，所以第一，這對着外部的效應就是，恁遮的人有可能會替代，去用替代掉、取代掉，這頭一個。第二個，而且佫有階級性。對。第三，有可能佫兼顧着這本來的性別，查某人、查甫人應該做什麼代志的物件。性別更不平等啊！哇，這安尼咁好。主任，洪主任，你認為你最？勞工的這個角度來看呢，首先吼，咱會當確定一件代志哦，這個政策到底受益者是啥物人？吼，這就清楚。哦，甲我甘主任有講吼，1/5，也毋過咱用另外一寡數字來看吼，今年1月吼，咱全台灣的勞工平均的薪水吼，咱每個月差不多是4萬8，吼，有一個數字，迄個平均嘛吼4萬8，有一個數字叫中位數。中迄個是差不多3萬9，好，咱若用這2個數字來看，
哦，甲我主任咧講，比如講你若真正請一個入來，吼啊，雖然即馬因是無迄個基本工資，吼，唔免照基本工資，吼啊，一般是差不多以2萬開始算，哦，去加就業安定費加差不多3萬外，哦，加班費加，上起碼嘛超過3萬。啊，你看兩個翁仔某的薪水3萬9、3萬已經已經無伊啊。啊，有法度到底有偌濟人有法度會當去應付一個遮懸的一個薪水？吼，3萬塊對一般的家庭來講，可算懸。不需要負擔的。對，這已經是真懸的負擔。所以足清楚是講，這政策基本上真正有能力的，就是咱咧講的吼，莫講1/5吼，厝人上起碼就是日子好過。吼啊，迄個翁仔某吼有可能就是已經攏是雙薪啦，而且薪水攏介懸的。吼啊，以這個家己來講，我是感覺這政策本身有一個上大的迄個咱咧講的矛盾，吼矛盾的所在，就是講伊到底這個政策是要解決啥物問題？吼，伊即馬行政院即馬的講法是講啊，有人來到厝內，吼，迄個摒掃吼，也是安那。因為咱現主是已經有足濟咱迄個國內。哦，迄個勞工，吼是咧提供這種協助。啊，而且較俗，佫較俗。你即馬就是講，你請外口一個人來，你上起碼是保障咱國內的迄個勞工的迄個就業率嘛。啊，你即馬請一個24小時，吼24小時，啊佫計數佫較低，啊會得以前造成啥物問題？就是講啊，漸大家攏是對這個迄個移工這邊來行嘛。吼，所以伊一定造成替代，咱咧講的替代。所以講，你要增加女性的迄個勞產率，我是感覺講，行到尾啊，反正吼，變做講是對中高齡婦女的就業造成足大的傷害。哦，因為因平安族基金會內面咧參與這種勞動的，攏是中高齡的女性嘛。中高齡的較濟，像我家己負責的年母，那40歲以上的其實較濟。較濟。對。哦，啊！你講你即擺要叫因去轉職，叫因去找別項頭路，敢有法度？啊，因若拍拼做一個月頭偌濟？我家己較了解年母這邊啦。年母這邊我拄仔講的，若講伊做10點鐘，5-6萬塊，吼，下工可能差不多4萬塊，吼。啊，若做24點鐘的，8-9萬攏有啊。哦，所以這處代性真懸的哦。對啊。哦。所以我來問咱家庭照顧者協會，咱的立場是啥？看到這個政策，因為真濟人有處理罕見的疾病，這應該伊可能無法度來請平安如因這邊的用伊個終點的。啊，但是如果若用外籍，應該現行的政策有當來承擔啊吧？是嗎？其實阮如因嘛有迄算。點鐘的迄種照顧服務員啦，嘿，其實阮如因嘛有，嘿啊，但是若講轉來，咱即馬講移工的部分啦，吼，因為即屆的政策是講咱摒掃嘛，吼，即啊做厝內底的代誌，啊，但是伊就無做照顧這個部分，吼，啊，但是頭拄啊，咱嘿前輩講的，講是安尼講啦，咱是毋知啦，吼，啊，毋過我嘛會煩惱講吼，遮個新開放的遮個移工，會去影響到遮個咱的重症的家庭無？哦，這嘛是咱的煩惱的。會去抽到呀？哦，因為伊講也算。因為伊就請，阮厝的可能拄好嘛有一個囡仔吼，12歲以下，啊，我會使請這個移工，啊，我就用這個政策我來請，啊，因為即馬請迄照顧重症的這種的吼，咱的外籍看護工吼，啊，伊這條件會較嚴嘛，無好請啊，而且伊照顧的是這重病的啊，啊，重病無好顧啊，啊，啥物顧？啊，嘛影響啊，吼，啊，這邊是有需要人，吼，啊，但是這邊吼都是無共款嘛，照顧老人，嘿，請無人顧老人的、顧囡仔的，攏開，即馬攏開放啊，哎啊，兩邊會冤家會相拍無？這片咱鋪排咧，這有誒有，無得講有一種，我厝裡有老人，但是我請無人。我不如吼，我用這個囡仔的名義吼來請一個。對啊，我頭拄個意思就是安尼啊，伊就用囡仔養。較早是用老人就來用囡仔，嘿，啊，即馬變過來，嘿，顛倒擺。
嘛有可能啊。用囡仔的牌来鼓勵人。哦，嘛有這種的哦。嘛有可能啊，嘛有可能啊。哦，這安尼真麻煩哦。係啊，咱政策是安那保障但是我即對這個當兵三個人，咱的回答內面，我實在是無法度理解講，這個政策是要讓大家敢生囡仔嗎？敢咱嘛唔是呢。你，反正你就敢生，啊，所以反正你就有人甲你帶，免驚，是安尼嗎？因為真濟人無愛生囡仔，唔那是講無人通好照顧的問題啊嘛。不止啦，即馬無生無結婚的真多啊，哎呀，啊你有爸種啊，對無？囡仔生無好教，吼啊我無時間，錢賺了濟少，這個是一個問題，教育嘛是問題啊，攏是啊，毋是敢講甲查某人留的，講我互你加請一個活路，啊你就會使好好去做工課，這內底其實有足濟問題的，對啊。你若像阮兜，我兩個嘛攏是12歲以下，我嘛會使符合啊。但就像頭拄主任講的啊，我若一個月賺4萬塊好啊，安尼較好算啦吼。頭拄你3萬9較歹算，吼，安4萬塊嘛，啊咱請一個活路，吼，加會3萬5呢。上濟啊，到3萬5。係啊，你其實頭拄迄就業安定基金嘛，吼，5000塊嘛，啊，閣有伊的健保啊。吼，勞保啊，吼，啊，閣有伊的迄基本的薪水哦。你即馬佇外口要用2萬，用2萬這個基本是請無啦，迄就是上低啦。我講實在話，迄就上低啦。啊，你就大家就佇遐比較啊，啊，我會使2萬1啊，我會使2萬5啊，你要來打，對無？哦，啊，你看我頭拄講，我若加賺4萬塊，基本我3萬5都無啊。啊，伊若閣講價一個，這5000都無安尼。哦，無講哦，可能過年也是愛包一個紅包一個啊，吼，意思還是安怎吼，獎金嘛吼。雖然講這無規定啦吼，啊，但是加減嘛，咱台灣人這人情味真重，啊，加減啊，一個月就過安尼。所以你看，阮兜若加，譬如講嘛，加阮先生也是我一個人佇做工課，啊，我都無安尼，對無吼？啊，阮若2個人。做工課啊，我一分都無啊，啊，剩1分啊，除非這個足懸的，對啊，無厝內底的開銷、食穿，這其他的費用嘛是一筆啊。係啊，啊，其實講轉來，你若講，你問講，咱查某人需要啥物協助？有當時啊，咱愛想看覓講，這個服務是。有法度是，譬如講，我若是放學，有當時我真正加班無法度，吼，較臨時的迄種合作，吼，伊是緊急的、緊急的迄種的，吼，啊，有人會使來甲我鬥協助無？安尼其實我的服務應該是，毋是講愛請一個人24點鐘踮咧阮兜，就是講我真正有需要的迄個時陣，有人會使來甲我鬥相共，這才會使講穩定講啊，我就真正我就無法度，因為我愛做工課。但是迄種無固定的工課，是毋是顛倒迄個鐘點薪水會較懸？對啊，對啊。但是這是另外一個思考啊，是講需要佇倒位。哦，安尼我先來問這個上有需要吼，佇線頂的林律師，林律師你好。你好。歹勢，咱即馬紅嬰仔偌大？2歲外。2歲外吼，啊，你即馬攏用什麼方式咧養囡仔，還是講互親戚，還是媽媽來照顧？阮請年母啦，啊個逐工去送互年母，佇年母的厝內底，差不多暗時6點到10點。哦，所以伊即馬2歲就開始上班咯。伊。出事無偌久，出事無幾個月就去上班啦。就開始上班啊！啊，伊是上班拜1到拜5，還是拜1到拜7？拜1到拜5啦，啊拜6、禮拜是我甲阮翁婿2個人咧帶啦。哦，啊，這個政策你敢有贊成？其實我必須要來講，這個政策我用袂着。你用會着？我用袂着，你用袂着，因為我真正是用袂着。啊，我甲其他的嘛有囡仔的朋友咧討論，其實阮嘛用袂着。甲其他的來賓頭拄仔講的共款，其實對大部分的家庭，像我甲我翁婿家己攏有頭路咧食，
毋過阮的時間還算彈性啦，所以其實阮需要的是有一個時陣，比如講有一個緊急的狀況，比如講我開庭臨時無法度去接囡仔，有一個人會當放心，互我把囡仔囥佇遐，到我開庭了結束，我才去甲接。即馬是年務有法度做即件代志，毋過以後去送幼稚園，伊去幼稚園了，阮個煩惱講，這是要安怎？是毋是我若無用，甲請我的翁婿，阮的翁婿若無用，阮是要找啥？因為阮的爸母都無佇咧台北，所以真濟家庭是其實會煩惱即件代志。真濟時陣，比如講阮的家內事啦，你講叫阮請一個人佇咧厝內底24點鐘甲阮住做伙，其實阮嘛感覺足奇怪，因為伊個毋是阮的厝內底啦，可能空間嘛無遐大，所以講你講即個政策，大部分的家庭用會着無？我是有淡薄仔懷疑啦。林律師吼，因為你的角色，你的本身的職業是律師吼，大家上當然呀，是應該你請會起。但是你不要，是毋是安尼？嘿，應該是講，我坦白講啊，要真正要請，阮是負擔得起，毋過這是一個真大的負擔，所以我甲阮翁婿其實這個政策出來了，阮是有了解。毋過正個感覺講，因為像阮共款，阮的問題是講，比如講，你看阮下班了，轉去厝內底，可能暗時7、8點嘛，無可能都煮飯嘛，所以若有一個人會當甲阮煮飯，煮好阮轉去食，迄其實比阮食外口佫較營養嘛。毋過這坦白講，即擺的費用是較懸的，這每個月嘛是可能，伊幫你做家內事，伊幫你煮飯，迄可能每個月。你敢有參考咱這個平安如基金會，人伊有金手指，有當我甲你，因為我以前我有用過，我是。平安如基金會差不多10幾檔進前就開始的這個家事管理員吼，我就請拜1、拜3、拜5 3工，一屆攏4點鐘，請差不多10幾年哦。其實是阮爸爸，因為伊也真需要人照顧80歲以上，所以我毋才請這個外籍移工來鬥相共。但是我坦白講，安尼一禮拜12點鐘。算起來是真貴哦，對阮來講，差不多愛有差不多強要3萬外塊以上哦。你敢袂啊？所以你看，真濟家庭無法度會當負擔啊。阮是算中產階級裡面，袂當講介好養，毋過我甲阮翁婿薪水是過得去啦。你若真正要請，阮是負擔得起，毋過足濟家庭其實是負擔袂起，也是講。因個講無安尼啦，我們就忍一下好了，安尼。所以其實這個問題一直攏佇個啊。律師，我請教你吼，因為你也是這個婦女救援基金會吼，咱用救援這兩字來講啊，即馬吼，因為咱23.3%愛家己承擔請養囝兒的責任的婦女啊，你認為這種婦女應該安怎來救援啊？其實這吼，放長遠來講吼，是，阮的翁婿、阮的爸爸愛投入更多的心力佇咧照顧囡仔這件代志頂頭啦。因為，雖然講我家己的翁婿是，我們說神隊友啦，毋過真濟像我真濟，做媽媽的朋友，逐工就佇咧講我的翁婿攏無愛做工課，我的翁婿啥物代志攏放互我，攏無愛做。你其實對一個婦女來講，伊個無想要生啊，因為頭一個我生，我可能會影響到我以後可能工課個無法度爬較懸的嘛。你看我同期的一個查甫的，一個查某的，我是查某的，我必須要去生囝。頭家要發的代志，一定是發了迄個無需要因為生囝去耽誤工課的人嘛。所以頭一個伊會去影響因的工課，第二個是生了，真濟時陣是人攏講聲像講這個爸爸是。你去買無營養品上無效的，因為因為個啥物代志攏你愛化，伊才會做。有當時你甲化，你受氣，伊閣會甲你發脾氣。所以真濟時陣，查某人知影即件代志，只要像我足濟朋友伊講伊無愛生，也是講甚至講阮有同事鄰閣講一句笑話，講千萬毋通結婚。好啦，你若要結婚，拜託的莫生囡仔，因為生囡仔就開始冤家。所以真濟人想到遮個代志，網絡頂頭去討論了，其實個足濟查某囡仔想講，安尼我莫結婚好啊，因為我家己了過了袂歹嘛，你看我閣家己讀，我
佇咧工課甲人競爭、甲人競爭，我嘛袂因為講你厝內底有囡仔，可能即個重要工課袂當交互你安尼。所以真濟時陣是即個社會袂當講，即個工課，即個顧囡仔的工課，個一定是媽媽來做，是講。個大家都會想講，預設是媽媽來做，即個想法若無改變吼，其實即個生育率要懸吼是介困難。律師，若要打破這種想法，即個整個社會即個概念，你認為除了所講的恁遮安怎來講啊？我講一句長啦吼，但是你認為上好的政策可能是啥物？尤其佫愛照顧即個階級性。其實是吼，即擺的囡仔是講，阮有就是下一輩吼去了解講真濟代志，毋是媽媽的責任。比如講，阮有當時啊有機會去外口去教大學生上課，阮個特別講啊，比如講你母親節，千萬毋通講我去送那個家電用品，互媽媽是一個禮物。因為這個是背後一個思想，就是做家內事這件代志是媽媽做的。阮愛甲這個觀念去轉過來，講家內事本來就是家庭內底爸爸媽媽，甚至講大漢了的囡仔，大家攏愛分擔。有這個觀念了吼，大家才有可能去改變迄個女性去行遐講我若去以後結婚了，我是毋是愛放棄我的工課？我結婚了，是毋是我做甲老爛去奉獻甲老爛？阮翁個一句講，無你去趁錢啊！這是要叫我安怎？這個想法咯，愛甲改變，這個社會才有可能這個生育率去提升啊。安尼就要講到下一代咯。這是長遠的目標啦。即馬伊政府要治標，我感覺這個方法可能嘛，無法度去解決。大部分的家庭的需要，好，安尼，律師，有迄個需要啊。安尼，你小等下，我來聽吼，這幾位對政策吼，可能靠會講到政策面的吼，我甘主任，你若是試了遮濟物件吼，這已經平穩如咱差不多偌久啊？有30年啊吼。你感覺這個社會男女的這個刻板印象，敢有改變真濟？其實這幾年開始有一寡改變啦，譬如講，育兒友善的一寡措施啊，哈，男性有一些陪產假啊，男人也可以申請育嬰留停哈，這一部分這部分攏是這幾年開始的嘛。那是制度的開始嘛？啊，不過制度會改變嘛，是大家觀念有改變啊。啊，觀念無改變，你互伊這無路用嘛？有人真濟人以恁的角度，有真濟人來使用這嗎？其實用育嬰留停的查甫人確實足少的啦，足少的。啊，不過至少大家有這寡概念嘛，對不對？吼，所以其實我感覺講，這真個無法度解決少子化的問題啦。而且會讓那個男生更覺得，我剛剛講用錢拍死嘛，用錢解決啦，女人會被更推回家裡去。好，咱的政策這幾年一直在做托育公共化嘛，就是蓋公共托育，可能就是讓準公共保姆進來這樣的部分狀況。這個是要讓女性可以解放自己的育兒責任，讓這1/4的獨自負擔女性育兒責任的女性，她可以也當借着說，迄囡仔送出去互托育，好，伊家己有家己的生涯規劃嘛，好，啊，毋通因為這樣離開職場安尼一個情形。啊，你即馬若講請一個外傭來，閣愛看顧這外傭，好，安怎照顧囡仔，好，女人又被打回家裡了啊。因為我想台灣人應該袂放心，互一個外傭在厝裡單獨顧外囡仔。有這種情形。對啊，顧老人外傭都會走去啊。若顧囡仔外傭走去要安怎？這嘛有這種可能。對啊，嘛有可能啊。所以其實這個情形就是我就講用錢拍死嘛。所以講到這，以咱平婉如恁的經驗來看。應該要加強啥物？加強這重點，像頭林律師講，我若不3不5時，我有當時要開庭啊，
啊，我下班啊，7、8點無人煮啊，吼，阮迄個滾生球，阮的同事，伊講，我講啊，你上需要啥物？講上需要有人煮飯啦。對啊，所以當加強，譬如講在家事服務的部分啊，吼，這會當開發讓更多的就是中高齡婦女有就業機會，好，啊，另外臨托的部分。哦，家長臨時有代志，臨托有當有所在通上。好，比如講年務園藝照顧，還是講政府的定點臨托據點會當服務。但上重要一件代志是我拄仔講的托育的公共化的部分。托育公共化。嘿，唔當吼，在家長吼去抽公托的時陣吼，抽到就上天堂，啊抽不到可能要排100多號，不曉得要排多久才能進去。所以要公設這個。公共托育中心對，嘿，啊，刷落來個一件代就是育兒友善。咱的公司企業主是不是對育兒友善？好，比如講啊，我囡仔破病，我需要照顧，囡仔腸病毒需要照顧，你不會照顧啊？公共托育就講啊，傳單過來，我其他囡仔。但是咱的企業吼，即我來問咱洪主任，咱的企業大部分攏中小企業。是，中小企業，你要叫伊講，你場所咧創這創迄，哇！我就甲你立這個有誒無誒，就立啊真濟啊！我要賣命。這企業主伊應該以我誒經驗啦，唔知你安怎看？伊要叫伊負擔這，可能伊也無愛哦。我看應該是安尼講啦吼，咱若講以空間的改變來講，對企業主來講，迄成本就懸。比如講，咱若講一定愛設一個啥物托育室，迄個較困難。因為我講中小企業內底，我看另外一種狀況吼，顛倒有另外一種會當考慮講，基本上你若佇即個所在吼待了久吼，當咱咧講的講啊頭家吼去講話吼，大概比如講臨時1點鐘2點鐘，我想大部分的企業主吼應該是攏有機會講去加減吼，大家互相加減嘛，因為即擺外口咧欠工嘛吼，啊所以基本上包括主任咧講的這，我是認為講。伊要對介濟的方式吼來去處理吼，比如講咱咧講的公托迄個公共化，這是一個服務的措施嘛吼。啊，咱是要安怎互企業主願意講，即馬臨時吼，咱的員工有這1點鐘2點鐘的需要的時，吼，咱會當有替代的能力，吼，有這人力會當去。對啊，像頭拄仔林律師講，啊，我臨時要開場，我找無人。是，要調嘛，調無人。對，所以。即馬等於是講有兩種，第一種是員工伊可能愛去處理的代誌，有人會當代替去處理，這是一步，安尼伊個免請假。吼，第二是員工去處理的是我公司，比如講我即馬咧擺啊，這個物件愛有人來補，吼，愛有人來補這個部分。所以這個政策基本上，我剛才講，包括主持人問講，咱生育率是要安怎增加吼？必須坦白講啦吼，國際來講，生育率是攏會降，哦，這是事實。樣個生育率降的時間，無一定講咱一定愛甲生迄個生育這個責任哦，攏放有家庭。哦，你政府的角色嘛是最重要，公托就是最重要的一個政策的支持嘛吼。啊，樣個咱回頭來講，即馬這個外籍幫傭這個政策來講，我認為講這個政策到底敢真正對生育率有幫助，敢有幫助？我是認為有限。哦，咱用另外一個邏輯來思考。咱包括來講，用得到的這家庭基本上數量有限嘛，吼。啊，來講的可能薪水也超過年薪200萬。因為我看伊咧記者會歹勢吼，我先問這個問題，互補充一下吼，就是講，我看這記者會是咱的勞動部的部長出來開會，並唔是衛福部兒童福利什麼家。社會及家庭，社會及家屬出來開會嘛，唔是要促進生育率啦，伊是要提升着，應該是咱替伊想啦。我是唔知伊有講這無，伊要提升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啦，應該是安尼吧。是啊，安尼敢有法度？基本上，講啊，咱這個阮有基金會已經有講啊吼。嘿，咱嘛有一個調查吼，等下反正咱甘做人家補充吼。基本上已經有咧食頭路的女性，吼，咱講生育，吼，以咱即馬統計來講，已經有60%了，佢已經咧食頭路。所以伊本來佢咧食頭路，所以這政策，你要講要促進生育率，吼，也是伊個產婦，吼，有限，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講，
你若厝齡真正社會階級真懸的，厝齡真好過，吼，女性可能無需要食頭路，伊日子嘛是真好過，這個人嘛是真濟。哦，這個人你講要真正透過講啊，我互你請一個外籍幫傭，啊，伊個真正去食頭嘛，我看這嘛是困難。哦，所以到底這個政策伊進前敢有先去做一寡調查，哦，到底有偌濟人？講是無啦，是無的哦。所以講。足清楚的嘛，講這個政策就是講啊，無法度啊，哦，頂懸啊是倒位來啊，你足大到講無法度一定愛開啊，找一個理由啊無啊，我會法度促進女性的勞參與。啊，樣個顛倒，包括咱聽起來就是顛倒擺，利用外籍的移工入來了，反正是替代哦，咱來中高齡即馬足濟，咱中高齡女性就業，哦，這個，而且這個有一個足重要的問題是，女性中高齡就業本來的一個工課選擇個足濟啦。本來就足濟啦，哦，所以伊若連即個工課，比如講照顧啦，吼，咱講居家照顧即個工課，攏無的是，你遮個人是要刷去倒？你有法度刷去倒？你無所在人刷，因為老人啊已經活了啦，啊，你即擺囡仔也要靠遮個義工來顧，啊，你遮個中高齡女性，干那會當等於處理爾，食家己爾，所以我是感覺講，咱咧講的政策即個目的，基本上啦，依照即擺規個政策的做法來講。伊當初所講的，即係要解決的後，還是要處理即係政策的目標，我是認為講無啥物機會，嘛無可能會法度達成啦。他拄仔平安如基金會講，可能會衝擊，會取代恁的即個從業的人員。啊，咱家庭照顧者協會雖然是一個公協會吼 ，NGO 組織，咱嘛有咧做即個媒合的工作嗎？還是講你有觀察到講？其實市場是有這個需要，但是伊這個需要是有時有尊，是一尊呢。那麼應該在政策上要做什麼鋪排呢？我先講吼，阮兜是無咧做媒合這個，無咧做這個，嘿，但是因為咱咧講家庭照顧這件代志，就除了囡仔以外，都是老人嘛，吼，即擺狀況都是安尼。啊，就像頭拄仔主任嘛講啊，吼，即馬老人80歲以下以上，都攏會使免電費，攏會使請，嘿，啊，即馬換囡仔嘛，吼，所以就全面開放。但是咱可能愛顛倒，換一個角度來想即件代志啦，是講真正敢有遮濟人會使入來，吼，這嘛是另外一個問題。請得到人未啦？係啊，請得到人無？人會入來無？無法度，其實無法度，因為台灣這幾年以來，吼。每一年移工入來的人數差不多得1萬，活這看護的部分啊，吼，一年加1萬，嘿，一年加1萬，所以你即馬全部即馬講囡仔嘛要開放144萬嘛，吼，因為我會記得記者會講144萬，啊，進前老人加53萬，加起來都強要將近200個，係啊。啊，這個人去倒找？咱可能除了談人啊以外，可能咱嘛要用這個情形回答你啊。我昨下要拜託一個，阮一個朋友在開刀，啊要請護添，吼，就看護啦，護添，要請護添。護添迄個護理站甲你講吼，即擺還佫你的頭前還佫117個人。對啊，安尼你開刀你開心酸的，就是招無人。對啊，你若要有啊，有較貴的，一工24點鐘的啊，足貴的，一工愛12000啊。所以你看即馬，咱愛人的時陣無人嘛吼，所以像咱頭拄仔講的，啊，我遮3萬啊，吼，還是5萬啊，你要來無？就變成住宅印刷。大家都開始，嘿啊，削價競爭嘛，還是講那。打這個價格戰啊，嘿啊，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啦。但是你講真正會使幫助女性留喺這個工作的場所，這我嘛，因為我家己是查某人，我用這個目前這個數字吼，我要來請教咱林律師吼。去新加坡的例吼，新加坡的例因有開放吼，這個外籍來處理吼，有這個外籍移工佇處理，但是吼，迄生育度吼嘛無提升啊，吼，這是真顯然易見的。
但是人伊做了一個廣告，這個廣告真有名，就是吼問這個外籍移工佇厝裡咧鬥相共的，問伊你因查某囝10個問題，迄查某囝會講正確的答案，嘛問媽媽正確的答案，結果迄媽媽吼通常敢若對1、2題安尼這個外籍看吼攏差不多對10題9題，後面的這個標題就講，互外籍移工吼放假，因為攏無放假，而且產生了真儕問題。我要就這個問題要請教林律師吼，林律師，你即馬目前，是，你即馬目前你頭所講的，你有真正按算過，你一工，或者是一禮拜，真正有需要講有人甲你鬥看、鬥相共，或者是講希望講今日雖然吼較晚下班，但是轉來了有些菜吼小燙一下有通啊食。差不多這種幾率有偌濟？5天內面有幾天？其實講吼，咧要佇咧阮做工課迄幾工吼，也是講有人甲阮煮飯，迄一禮拜上少差不多3天啦。2天我會當去食外口是安怎？若做工課，其實講有一句話叫做“三機救婚姻”啦。你厝內底若有掃地機器人，若是有烘衣機。閣有一個是啥貨是洗碗機，你若有這三個，夫妻就較袂冤家啦。阮兜是攏有，所以其實我甲阮翁婿，甲平常時愛做的家務事是較少，毋過阮嘛是有需要。譬如講你衫用好，有人愛剪嘛，你若有一去剪衫，你閣無迄個時間去陪你的囝，所以其實遮個代志，若是講一天差不多1、2點鐘，有一個人會當甲阮鬥做，迄真正是介好。所以你有我一個靈感呢，咱這應該請經濟部吼，每一戶有12歲以下的家戶吼，攏補助，互你買迄個洗碗機、掃地機器人，若拗衫吼，這項代志我提供我的經驗，阮囝吼對3歲開始，我就訓練伊就愛拗衫。即擺拗到差不多5歲半，即擺會曉若有啥物動機啊？你若拗咧會使吼，我就甲你拍褲衣你2個褲衣通換啥物物件安尼？差不多。但是你認為講，這個3機的補助之外，如果若平灣如基金會有這種臨時派遣的能力，你敢用會着？其實我坦白來講，我是有看過，就是網站上面這些資訊，阮們是有咧想要請人，毋過迄算一個，就是阮嘛毋知講這是阮一禮拜是愛用偌濟1、2點鐘干若驚做了傷趕，若是3、4點鐘，其實算起來一個月嘛是愛2、3萬、3、4萬，這是叫阮負擔是負擔會起，毋過這嘛是會疼啦。坦白講是安尼，所以就是一直咧丟，你敢知？迄個感覺是你愛負擔這個錢若是阮家己做，省落來是毋是會當去互即個囡仔，要較找互伊，也是講去帶伊，去送一寡的教育，額外的教育安尼。所以即個錢吼，有當時是你負擔會起，毋過你即個錢摕甲是安尼。你個無法度去摕開去做別項代志，有當時你就是講無好啦，我家己來做。這機會成本的關係啦。係無毋對，家己來做，你個想講我家己來做，我是毋是個無時間去照顧我的囡仔，還是講我確實食個無遐尼健康啦。但是他拄仔甘主任有講吼，講伊現在鼓吹講，咱的社區內面，或者是咱的這個食頭路的附近。就有就近有通互你拜託人，或者是學校內面有拜託會通甲囡仔暫時寄托，甚至有煮食安怎這種公共服務。那安尼整體的成本可能會較降低嘛？這是我小等互甘主任來做解說。你認為安尼，你用會夠用袂夠？其實是阮即馬上需要，特別是即馬阮囝即馬是2歲外嘛，未3歲，未去念小學進前這段時間，其實對阮來講上需要。閣有一個狀況是安尼啦，有當時
爸爸媽媽嘛是希望有家己的時間。阮講算就講這叫 me time。有當時啊，有一個人，你放心，你會當甲囡仔送去遐，爸爸媽媽會當去看一個電影，兩個人食一個飯，去放鬆一下。其實是對爸爸媽媽來講是一個真好的代誌。毋過確實即馬無即個空間，無即個，比如說，阮會當找年務，啊，毋過像阮囡仔去送去幼稚園的朋友，也是講公托的朋友。因個無法度啊，因為公托差不多4點就要去接啊，所以有當時啊，你嘛無法度去排公托嘛。公托介好介俗無毋對，毋過無法度啊，因為做工課時間無法度配合啊。他假使講政府會當對即個方面會當去補助，會當去甲時間變互長，還是講有一個像較拄仔講的，有一個臨時的空間，有一個臨時的時間，阮若有需要去甲囡仔送過去，其實對於真濟父母來講是一個真好的福利甲措施啦。哦，我三位攏有聽到你的需求，我來請三位來回答一下哦，來甘主任。拄仔講的迄號叫做定點臨托，好啊，各個縣市其實攏有吼，有，但是無介濟，是不是？譬如講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，連親子館，親子館甲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攏有這個服務，所以至少北投。我知影的，我知影的部分，比如台中嘛有，在親子館嘛有。咱甲囡仔送去。嘿。啊，1點鐘頭收費200塊。200塊。嘿，正經無貴啦，1點鐘200塊。這算 OK 啦，吼。啊，差不多1天之前預約就可以了。哦，就愛1天進前預約。嘿，啊，預約了後，你給囡仔送去，啊，當囡仔食的物件你愛準備嘛，吼，啊，遐就有專門的保姆照顧，啊，你時間到較來接。吼，譬如講，阮就有迄款爸母要去約會啦，啊，爸母要去電頭門的啦，吼，爸母要去做美甲的啊，伊就會先預約，就把孩子送過來安尼，啊，有專人照顧，啊，而且像台北市，閣有針對暗時，吼，下晡6點到閣較晚較10點的時間，吼，在中正區有一個所在，吼，伊開放就是時間較晚的部分，到暗時10點。我加到10點，1點鐘300塊，好，有需要暗時的時段的家長會當服務。但是攏愛事先愛預約。嘿，對。啊，那臨時臨到就無法度。臨時就可能較無法度啊。哦，因為我看到網絡頂頭已經有開始有一種家庭安心服務，伊總名叫安心服務哦，包山包海呢，陪你洗龜啦，吼，陪你就醫的啦。哦，啊陪你買票的啦，哦，啊幫你買票創啥，幫你創這創迄，啊而且還佫有陪伴的，攏有啊。但是足貴，你要隨時找有人，迄成本就是貪懸起。但是這個物件有可能推廣，甲全台灣攏做甲真招門嗎？甘主任？你講定點臨托嘛？哈。其實這政府社家署是有在推哦，各個縣市都有哦。而且像高雄有做甲暗時過暝攏有哦。過暝哦？對啊，高雄連過暝都有哦。所以這個服務其實各個縣市都有，只是民眾知不知道而已啦。啊，其實民眾不。無啥咧宣傳的吼。啊，不過民眾其實如果知道的部分用的，其實我們有用的民眾還蠻多的。像我之前有一個家長，伊的爸爸突然中風，啊，伊要去病院照顧，所以伊其實大家攏去病院照顧，就家囡仔先，本來囡仔是家己顧，囡仔先送去定點臨托，好定點托家己照顧，啊，時間到伊才家囡仔接轉去，伊就擱寫感謝信去市政府講哦，我這個服務真經足好的啊。但是這社區性有真足無？我意思是講，每一個區也是真密，這個密度有懸無？我大概較知影的6都確實是密度是真懸的啦。台北市接下來會連親子館攏有。哦，親子館是每一區的親子館攏會有。這對這個政策來講，這個成本有偌懸，而且有通好來推廣，比如講，勞基法內面吼，那會當規範講，那大型的企業幾人之上，恁就愛設置啥物啥，這過去有這個經驗嗎？會使安尼做嗎？對勞工的這個角度來講，
較早吼，就計劃確實是講你講公司若200人以上吼，遐育兒托育還是寡法律有一寡規定吼。因為個咱坦白講啦吼，台灣其實中小企業開始大創啦吼，要做到這個是有限，所以大部分咱若講要有這種服務的提供嘛，是愛靠政府。吼，來做一寡基本上咱的基礎建設嘛吼，服務。因為個凡是有另外一種思考啦吼，基本上咱即擺思考的攏是一種用產業的角度，愛付錢的這種的角度來思考。因為個顧囡仔這件代誌，全世界攏有需要。哦，咱若咧看電視的時候，歐美的這個國家吼，講實在，因為一個網絡叫做親友鄰里，哦，朋友厝邊頭尾這種的互相照顧，咱咧講的互助。合作的這種系統，我是感覺講，另外一種思考是，咱敢有可能講去推廣這種朋友之間，吼，比如講，我臨時我講要安那2點鐘，我囡仔送過來你遮，吼，後回你有需要你送來，吼，這有一個好處是講，咱朋友互相熟悉時，咱更毋免較濟講驚嚇講，這個到底會安那袂？第二是講，厝鄰內底，吼，即擺囡仔攏生了少。咱有法度透過這互囡仔，吼，甲囡仔有較濟互動的迄個時間的，吼，去增加迄個咱咧講囡仔的迄個陪伴，吼，即個照顧。我是講，咱無一定所有的代誌攏愛用產業。送互國家。對，送互國家還是完全用產業。咱民間基本上，咱的朋友，吼，咱的迄個親戚，即種的網絡其實嘛會當思考講，哦。個臨時性的，吼，代替，比如1點鐘、2點鐘這種，這嘛是一種思考的方式啦。我是感覺講，若要解決這個政策，吼，基本上愛用全面性的角度去思考，吼，無像即馬袂當像即馬講，我反正就是需要啥物，我就是去看外口去義工。就是真濟人會去用擺貼，會去用取代去。對，哦，安尼政策顛倒，吼，無法度達到當初你按實的政策的目標。但是這安尼呼籲是敢若呼籲安尼啊，對為政者來講，我敢若呼籲，敢若會叫人感覺講，我敢若跋喙水安尼啊。這如何在制度上要來落實呢？比如講啊，叫大家吼，查甫人就愛加負擔咧家庭的這個事務。我敢若講甲咧一支長長啊，我已經60歲，阮會當沖啦，就是有真濟人處理代誌，還佫無咧忙，無咧插的，嘛真濟啊。吼，到阮這個世代為止，阮是毋知下一代是安怎，但是我想真濟人還佫有這個觀念佇的。吼，但是咱即馬，譬如講以家庭照顧者這個角度來看，真濟照顧的這個責任，還佫是落在女性的身上嘛。嘿，女性佇佇遮個，不管是顧囡仔還是顧老人啊，遮個家庭照顧的比例來講吼，女性也是較懸啦。吼，啊，若以咱衛福部的調查來講吼，其實顧老人吼，這幾年啊真正有變化呢。咱頭拄仔你講的，雖然講女性較大，較懸，但是這幾年啊，自差不多20年以前吼，查某甲查甫來比吼，顧老人就好，查某較濟，差不多9成。查甫1成，啊，即馬吼已經差不多，查某是6成，查甫4成。哦，這照顧老人吼，佇台灣，而且這咱是政府做的調查吼，所以比例上有加不哩濟。我這是什麼原因？吼啊，這嘛其實嘛有講轉來啊吼，譬如講即馬無結婚較濟嘛吼，所以大部分查甫攏是一個人吼，啊，伊就愛伊若是大人若老啊吼，還是破病，伊就愛處理的代誌就較濟。啊，以前是有新婦，對無？吼，以前若有結婚就有新婦。啊，即馬無結婚的人，查甫囡仔就愛家己發落遮個代誌。吼，啊，所以講咱社會甲家庭的遮個狀況有佇變化啦。吼，啊，但是你講轉來啦，我是感覺講。查甫囡仔吼，自細漢咱嘛是愛家己教育講，真正遮個厝內底的代誌，毋管是講家內事啊，像頭拄仔主持人講吼，愛煮衫吼，3歲開始，阮兜嘛是，阮兜3歲就開始愛家己洗糞區、洗碗吼，然後遮家己起床的時陣，棉被嘛愛家己織啊，吼，遮毋管伊做了好還是無好，咱自細漢都愛家己教育講，遮個代誌是大家愛當一個來分擔的，吼，毋是講
我是媽媽，還是講有這妹妹吼，這都愛替你做吼，唔是安尼講。啊，以前的觀念就較重男輕女啊，以前啦吼大家庭的社會攏是較講啊，因為查甫是出難嘛吼，就是勞動力人口，所以在這幾年啊，這個變化嘛是有佇咱的家庭當中來去做反映的吼。啊，這是我是感覺嘛愛替咱的男性朋友吼，咱查甫人愛來講一個話啦吼。雖然講確實即嘛照顧大部分也是查某，但是查甫嘛有啲變化。我減一題無問你，就是講咱有當啊落計劃來規定講，你若男性都講你厝囝兒是這，你都愛每個月來強制你休困一工，轉去陪恁囝。咱即嘛無，咱即嘛無。